蔡政府是真拼死要推缩绿能，不过光电棒要采伫田地甲海坪是定定引起抗议。为着要避免生态受破坏，环境部打算要修改环评标准，要缩安管制。若准开发的规模较大，就一定爱行环评审查。 太阳光电棒大量来出现，有诶伫农地，有诶伫渔村啊，阁有起伫沙坡地顶头，引发各地反弹诶声音，批评推动绿能煞破坏生态。会在立法院维权委员会邀请相关部会专题报告，国民党立委陈金辉一期，有诶所在臭树啊设光电棒，阁有诶海岸变成光电海，安尼够合理咧？砍树林。 然后来放所谓永续的光电板，这样合理吗？是我个人来讲也不太认同，比现有的办法事实上它也不用送到环评。目前针对太阳光电应该实施环评开发的区域，然后甲重要湿地纳入，其他区域是无需要环评。对此，环境部承认需要检讨。 会加严管制太阳光电设置，只要牵涉到环境敏感区域，包括沙坡地、特定农业区、自然保护区等等区域，拢应该实施环评。只要有这个灰色地带我觉得环境部有责任去思考如何去弥补。但毛立委讲要来替地方清平，指出苗栗县重视特别灭绝的气候保护，但嘛袂当无顾到农民的权益。我们同意跟石虎来共同的这个共同生存啊，那但是我们也不要无限上纲，不能因为说看到石虎有一天经过这边，然后我们就把这整个地方框起来，这个对我们苗栗县的发展影响是非常重大。 环境部表示，针对民众佮有环评委员关心太阳光电离沙坡地或者是达到一定的面积、一定的装置容量，应该进行环评。为了要预防甲降低对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要伫7月来办理修法的草案预告，希望会当伫年底来完成修正发布。记者林文国家报台北报道。